冇計㗎啦，人多啊。哦。我想問一問阿聰，長毛，你如果唔介意，我講1分鐘。好啊，你講。再延續得長咁樣。我做個講，原來你4個。好。使唔使嗌一嗌口號先？麻煩等我做。快我知啦。人大釋法可恥！人大釋法可恥！濫用司法可恥！濫用司法可恥！選舉結果！選舉結果！不容篡改！不容篡改！選民附託！選民附託！不容抹殺！不容抹殺！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撤銷人大831決議！撤銷人大831決議！人民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民主萬歲！首先我請阿涂謹申議員講幾句先，因為佢係有啲嘢想同大家講，係代表泛民主派。好。今日個結果好清楚，係特區政府向香港人宣戰。4位議員仍然係香港人嘅選擇，佢哋仍然係香港人嘅議員。特區政府利用釋法，試圖改寫選舉結果，粗暴剝奪香港人嘅選擇。民意係好清楚嘅，多數嘅香港人喺選舉裏邊選擇咗民主派，選擇咗4位議員，所以佢哋仍然係香港人嘅議員，仍然係香港人嘅選擇。首先我更正一下啦，即係由9月4號選舉之後，經過咗人大嘅釋法，而由特區政府去到法院做呢一個司法覆核嚟剝奪議席嘅議員，總共有6個。呢6個議員全部都係民主派嘅議員，無論佢哋嘅政見中間有幾多差異都好。呢一個用人大釋法濫用司法程序去改寫選舉嘅結果，扼殺選民對於當選議員嘅付託，係喺任何自稱有民主嘅文明區域係唔會發生嘅。簡而言之，喺9月4號選完之後，喺地區直選嘅民主派嘅議員係有19個，而建制派議員係16個。而家6個議員係被 DQ 之後，民主派嘅議員係有14個，建制派嘅議員係有16個。呢個已經係對於9月4號選民付託同埋選舉結果嘅一個不容爭議嘅篡改。個客觀效果係喺地區直選循1人1票選舉議員，去把關，去為佢哋監察政府嘅選民
佢哋嘅付託已經係煙消雲散。呢個係針對9月4號嘅選舉結果。所以今日我哋4位嘅議員面對嘅問題，不是單純係我哋嘅問題。我哋係從來無悔去反映香港人對普選嘅要求，從來無悔喺議會裏邊去監察政府，去呢一個阻止政府嘅呢一個苛政。我哋知道咁樣做係有結果嘅，所以喺呢點上面，我哋係不悔，亦都不驚訝。但係我要講嘅唔係從我哋個人出發，而係從香港人喺基本法裏邊唯一用選票委託立法會去監察一個小圈子政府同埋特首嘅功能已經喪失咗。呢個係每一個香港人係絕對不能容忍嘅嘢。我自己個人係有啲感受，我同大家分享。喺競選嘅過程裏邊，先有確認書。當時我係將即係喺舊年9月嘅競選，我係將我嘅成個選舉嘅運動嘅口號總結為3句説話，就係昨日831，今日確認書，明日23條。我而家發覺真係3部曲變5部曲，昨日831，今日確認書，仲有就係最近就係 TQ 議員，再過就係呢一個23條嘅立法。可以好簡單咁講，我哋4個議員嘅離開，無助於抵擋23條，因為23條係政府拎嚟嘅法例，佢哋有400%嘅機會通過。但係喺抵擋嘅時候，大家更加吃力。喺監察政府揾香港人笨、超支、政策混亂、利益輸送、官商鄉黑，我相信各位同事留喺度嘅同事嘅擔子係更加重。我成日講，我煲飯燒着啲柴，柴本身會變灰燼，我哋就係暫時。但係喺煲裏邊嘅，喺個煲更加辛苦，因為佢係要承受晒所有由燒柴而形成嘅熱，然後先可以煮熟啲飯。我覺得今日嘅局面係非常之嚴峻。我哋4位亦都一定會好似以前一樣，用各種嘅方法係做返我哋以前嘅期許嘅承諾，我哋嘅政綱，我哋嘅上網。大家唔好再問其他嗰啲林林審審嘅嘢，我哋係有準備，我哋有準備喺補選嘅時候，唔係我哋4個啊，未必我哋4個，我哋係有準備喺補選嘅時候為香港人發聲，香港人補選等住你。其實嚟到呢一步呢，相信大家都應該好清晰咁樣見到，無論係689定係林鄭月娥定係中共，都係建立緊一個一手係蘿蔔，一手係大棒咁樣打我哋嘅威權政府嘅模式。嗰個蘿蔔係極細嘅甜頭，但係對我哋嘅打壓就係非常之沉重。今日嘅褫奪議員資格，其實就係鋪排未來嘅一地兩檢23條，佢哋透過釋法而立法嘅呢個手段，亦都係清晰可見。香港人呢，其實係我哋整個城市都係面對非常之嚴峻嘅處境，我哋唔好輕視
今日呢一件事對香港人嘅意義。希望大家唔好鬆懈落嚟，唔好俾佢哋嘅甜言蜜語去欺騙。幾多嘅糖衣陷阱，我哋都唔好中計。我知道我哋4個人嘅可能離開，係令到喺議會入邊嘅同事係有更大嘅壓力。但係我亦都希望佢哋去堅守本位，要為香港人嘅最大利益，用佢哋最大嘅意志去服務香港市民。一直以嚟，我強調自己都係真誠為香港人謀福祉。同長毛一樣啦，我都好多嘅感想，其實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但係呢個呢，我估留待今晚嘅集會，我會再一一去細説，因為呢一度有太多嘅議員係需要去講，我交俾其他嘅同事。好，我先係嘛 ？OK。當然啦，首先要多謝投我票嘅選民啦。要多謝9個月嚟支持我嘅市民。守護公義基金幫我籌嘅款。更加多謝20幾位民主派嘅議員，過去9個月一直支持我。更加重要嘅係專業議政，同我一齊用專業嘅角度喺過去9個月，大家有眼睇到，我哋透過用專業嘅分析同埋我哋深入抽絲剝繭，係令到政府想瞞騙市民、胡混過關，甚至隱瞞失實，終於俾我哋揭發。我哋透過運用新嘅21條，我哋用新嘅方法，我哋已經令到政府係懼怕我哋民主派嘅議員，所以大家會睇到呢，我哋已經重新喺立法會開啓新嘅一頁。所以政府千方百計要將我哋褫奪我哋嘅議員嘅資格。林鄭甚至乎喺我未當選嘅時候，就已經向我嘅選民公開咁樣講，我係一個極度難以合作，企圖去改變選民。嗱，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今日收到呢個消息，係作為我哋香港民主運動嘅向前踏出嘅力量。政府越邪惡，市民越更加要努力。民主運動需要大家努力嘅支持。多謝大家。唔該，各位喺立法會裏面，民主派係一個整體。我哋行使關鍵權力嘅時候，無論我哋政見點樣回議都好，我哋都係一個整體。好可惜喺政權嘅打壓，我哋有超過1/6嘅地區直選議席係被褫奪咗資格，而恰恰呢幾位都係民主派嘅朋友或者非建制派嘅朋友。喺呢幾次嘅官司當中，我哋損失嘅就係地區直選關鍵嘅否決權。喺過去好多日子，政府不停話呢一個係一個法律嘅爭議，但係大家都好清楚，政府將法庭擺上台，透過用人大釋法，係將佢哋嘅政治決定強加於喺而家嘅法治身上，破壞緊法治，從而服務佢哋嘅政治目的。佢哋嘅政治目的就係好明顯，就係要破壞成個立法會。佢哋希望立法會嘅門檻唔單止喺選舉，唔單止喺呢個腳底，仲要喺你個頭殼頂。對於好多人而言，呢一個係要你屈身先至能夠進入到嘅地方。但係呢個係真係香港人想要嘅立法會咩？一個會篩選你嘅政見，會打壓，不論你係有幾多人選你出嚟，都係會毫不留情，用極權嘅手段打壓你嘅立法會。呢個立法會，我哋要去未來點樣繼續參與呢？我諗呢個係留喺今次好多對於結果非常之失望嘅朋友心裏面一個好大嘅問號。政權嘅打壓其實係唔可怕嘅，最可怕就係人民係冇因為呢一個打壓而下定心腸，決志起身去反抗佢。我哋面對住過去林林總總
包括今次我哋4委員被 DQ， 我哋最希望嘅就係唔單止係支持過我哋嘅朋友，支持過民主派，你心裏面認為一個立法機關應該要完整代表民意嘅朋友，都應該要喺呢個關鍵嘅時候企出嚟。對於我嚟講，我其實係個人真係冇太大嘅落寞，因為我係一個抗爭者，我只不過用一個抗爭者嘅身份回到我熟悉嘅曠野。未來會唔會繼續屈身？呢個都係另一個我要答嘅問題。但係最重要嘅就係身邊嘅朋友，我嘅助理們，我身邊嘅戰友喺立法會裏面嘅同事，都係因此而受到更加大壓力同埋更加大嘅傷害。呢一個係我對呢個政府最不齒嘅一個地方。咁我都好希望就係各位市民，政權嘅打壓真係唔可怕，最可怕就係大家係習慣咗佢，同埋唔願意出嚟係針對住呢件事去反抗。咁所以希望我哋今晚會有集會啦，我哋未來都會有行動。希望大家灰心嘅時間應該過咗㗎啦，剩低落嚟就係大家一齊努力嘅時候。小麗，你想補充咁樣？我想補充幾句，因為聽完姚教授去講，即係呢段日子佢嘅自己嘅嘅發揮，我都好想講，我哋4位議員一直都係好努力去服務香港人、全香港人嘅福祉，尤其係俾人壓迫嘅弱勢社群。嚟到今日，我亦都係無悔當初一直堅守自己嘅原則，去盡心盡意服務香港嘅市民。或者我而家講嘅嘢係一啲民生上嘅事務。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民生同民主係扣連起嚟。呢1年嚟，墟市政策逐漸落實，都係一啲小嘅糖，但係起碼小販、基層能夠有謀生嘅權，係慢慢實現。但係我哋呢個政府係對長者嘅涼薄係一直都冇改變過。只有我哋廣大嘅被壓迫者係一齊站起嚟，我哋一齊為佢哋伸張佢哋嘅權利。民主先有希望，權力同財富唔應該只係掌握喺少數人嘅手上，而應該係屬於大家嘅。而點解今時今日香港處喺一個咁嘅情況，就係因為我哋嘅選舉制度，我哋整個體制都係極度不民主，而共產黨、特區政府就係想進一步將呢一樣嘢更加強勢咁樣好高壓咁樣去推。所以頭先我話佢表面上係派粒糖，其實就係步步進逼咁樣打壓我哋嘅人權。我希望大家唔好俾佢氹到，亦都唔好俾佢折服。我哋一齊要去為廣大嘅基層、廣大嘅香港人、全體嘅人嘅利益繼續堅守落去。無論喺議會定係在野定係喺邊度，民主路上我哋一齊努力。好，有冇其他同事想講或者？對於今次嘅判決呢，我哋泛民主派、民主黨係覺得係一個好唔可以接受嘅一個結果。個原因好簡單，4位嘅同事係經過民主選舉、人民嘅選擇所產生嘅。咁但係喺釋法喺呢一個宣誓嘅風波過程裏邊，政府就係運用咗呢一個法律嘅手段去褫奪民選議員嘅權力同埋權利。呢一個呢，肯定係唔會讓公眾係服氣嘅一個過程，亦都係會徹底咁樣係傷害咗香港社會嘅核心價值。因為一直以嚟，我哋都係好珍惜香港社會能夠有嘅言論自由，我哋嘅係人身安全，我哋嘅係即係公民權利。咁但係你會睇得到喺釋法風波裏邊，就係代表咗原來我哋嘅言論自由係會被篩選，然後你喺一啲唔同嘅場合裏邊有啲嘅説話呢係唔講得。
喺宣誓風波裏邊，同事嘅宣誓嘅言論其實好清楚係一種政治嘅表態，喺過去嘅幾屆都係咁樣樣。喺呢個政治表態嘅過程裏邊，大家都係以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因為係一個政治嘅舞台，咁因此佢又可以有個政治嘅空間去表達佢嘅意見。但係特區政府將呢個權利收返，呢一個係赤裸裸嘅，係向市民、向社會、向民選議會宣戰嘅一個結論。所以喺未來日子裏邊，我哋明白我哋喺議會當中面對嘅壓力只會更大。正如頭先有同事都分析咗，我哋能夠喺地區直選裏邊有嘅係地區議員，喺一段時間裏邊可能剩返14個，呢一個已經係比起建制派為少。因此我哋要面對嘅可能好快就會出現嘅係議事規則嘅改變，係進一步咧去收窄喺議事堂上邊議員嘅發言嘅權利同埋空間，更加喺未來究竟會唔會喺政府嘅安排上邊係令到每一個選區嘅係補選嘅安排係好似過往一啲劇本所諗，留返2個確保呢個建制派能夠當選嘅安排，呢一啲係好赤裸裸嘅，係以一個司法嘅手段夾一個政治嘅目標，從而令到議會上邊而家有嘅政治平衡呢係失去咗。所以我哋一定要呢係團結香港社會嘅所有市民，大家都要清楚明白到，如果議會上邊嘅政治平衡失去咗嘅時間，特區政府中共就可以如取如攜，而呢個如取如攜一定係會影響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實施。各位，今日係我哋立法會一個最黑暗嘅日子。特區政府同埋人大濫用司法程序，胡亂釋法，褫奪咗呢4位議員嘅議席，亦都令到世界上有民選議會制度嘅國家同埋地方蒙羞。This is a shame。我只可以同佢4位講，我哋全體泛民主派嘅議員，我哋香港人都覺得你係真正嘅盡咗責任嘅立法會議員。我亦都同各位講 ，They will be back。講完。我想先多謝4位同事，過去呢一屆會期向我哋展現到，無論佢係新兵定係老將，一種優越嘅議政質素。我想多謝4位同事背後嘅團隊，過去呢一個會期，亦都毫不吝嗇咁樣支援住我哋成個民主派。多謝佢哋。今次呢個案件，我覺得法理上係值得商榷嘅。我亦都唔能夠完全認同法庭喺法理上邊嘅推論，尤其是我希望特別指出，由政府告議員根本身就唔應該出現，唔應該發生，呢個係最基本嘅事。呢一單案件係上屆政府要與民為敵，行政立法關係因為咁樣已經去到一個無可挽回嘅地步。而實際上，今次嘅 DQ 亦都間接咁樣 DQ 咗127000位投咗票俾幾位議員嘅香港人，佢哋嘅選擇。如果林鄭政府係有心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嘅話，我希望佢哋慎重考慮，如果有任何人嚟緊上訴嘅話，佢哋是否行使佢哋抗辯嘅權利。喺法律角度嚟講，今次人大釋法去釋104基本法104條係粗疏嘅，違反法理，不按程序，違背咗一國兩制嘅精神。
喺現有嘅法律制度底下，法庭建基於呢一個人大釋法所作嘅判決，亦都必然係同基本法嘅精神所相違背。我亦都想最後想特別提翻大家，今次呢個釋法本身就係客觀上嘅一個修改法例、僭建法律，所以正因為呢個原因，我哋係完全不能夠認同、不能夠接受，亦都因為咁樣，我認為佢係從根本咁樣呢個釋法係違反咗法治。要講咁多，多謝咁多位。我講幾句。第一就係今日發生嘅事並唔係4位被 DQ 議員嘅事，亦都唔單止係立法會嘅事，係全香港市民嘅事。即使各位市民冇投過票俾呢4位議員，都唔應該同意政府係通過釋法，利用法庭作為工具去褫奪議員資格，去篡改選舉結果。所以我懇請各位香港市民今晚8點鐘嚟到公民廣場之外，去支持我哋，支持立法會，支持我哋香港應該有一個真正嘅民主制度，捍衛我哋嘅選舉結果。另外第二，有人話驚唔驚有下一波嘅 DQ？ 呢條問題就唔係我哋答嘅，應該係政府答，應該係林鄭月娥答。不過我嘅答案就係冇得驚，我哋嘅準備就係繼續做好我哋每一日議員嘅本分，為香港市民服務，唔好辜負投個票俾我哋嘅選民嘅所託。另外，有人問進步民主派少咗幾員猛將，會唔會議會抗爭會更加艱難？我相信今日之後，我哋所有民主派嘅議員都會更加爭氣，更加團結，更加參與抗爭運動，冇分溫和民主派定激進民主派嘅。我哋而家係要同心協力，同呢個專權政府去抗爭到底。我希望我哋所有同事都同意我嘅睇法。喂，有冇聲？有聲。各位，今日咧立法會嘅天平咧係被打破咗，而呢個天平嘅打破嘅原因係因為釋法。我嘅理解，釋法應該係如果個法律有歧義、有含混嘅地方。我哋知道釋法之前同釋法之後，法庭嘅判決係可以完全唔同嘅。如果冇釋法，法庭會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判呢？如果法庭根本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判嘅話，即係法律係改變咗，究竟係釋法定係修改法律？呢個就係我哋而家面對嘅最大嘅挑戰。我哋喺呢個問題上面，一定要搞到清楚，我哋係反對呢種唔合基本法嘅釋法嘅方式，因為佢根本係修改法。立法會嘅天平被破壞嘅話，其實跟住落去整個遊戲都會唔同晒，整個嘅生態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我哋會好睇跟住究竟政府會點樣去回應。政府點樣回應係會影響到我哋點樣去回應。我希望林鄭政府喺呢方面要諗得清楚。喂，我個人嘅心情咧係非常之沉重同埋難過嘅。我沉重同埋難過嘅原因係第一，我覺得而家我哋嘅法制咧，係已經淪為咗嗰個政治嘅工具，去打壓我哋嘅朋友。呢個係我覺得非常之難過，因為法治嘅精神喺過去一直以嚟都係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我哋點樣去盡力都係維護佢。但係點知今日淪為咗政治打壓嘅工具，呢個我覺得真係好可悲。而另一樣嘢
呢個釋法。一釋法唔單止係破壞咗我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精神，仲係違背咗我哋香港本身自己所擁有嘅所有嘅核心價值。佢干預咗我哋事務，干預咗香港嘅一啲嘅實際嘅運作。呢個我覺得真係好可悲。而第三，過去幾個月係大家有目共睹嘅，我哋好多議員，尤其是呢4位議員，真係盡心盡力為社會、為我哋市民係謀求福祉，但竟然間俾政治呢種打壓嘅工具咧，而係剝奪咗佢哋個應有嘅地位同埋權利，我真係好悲慘。我希望大家咧，從一個咁嘅處境當中，能夠大家起翻身，唔好跌咗落嚟，繼續為我哋香港嘅前途、為我哋香港嘅福祉咧，係繼續努力嘅。希望大家堅持落去，多謝大家。行政濫用司法、顛覆立法，我自己跟咗立法會新聞20年，喺呢個議會5年，我從未試過咁憤怒嘅一日。係不可思議地憤怒。林鄭上任之前，周圍約見呢個嗰個，我有去見佢。我當時又問佢，我有點名，我點解你唔請埋長毛？點解唔請埋羅冠聰？佢話呢啲人有司法程序在身。我話你預咗佢哋會被 DQ 嘅咩？佢冇答我。呢個係政府一套好好嘅編排。喺九龍西為例，如果純粹一個位要補選，我哋攞翻呢個位輕而易舉。你 DQ 劉小麗，然後好明顯係企圖將2個位擺埋一齊嚟補選。我哋民主派要攞90%嘅票先至可以攞翻2個位。你話呢個政府係可恥嘅程度係不能想像嘅。政治打壓可恥，政治打壓可恥。我講，聽唔聽到？我想同香港市民講，今次我哋輸咗官司，輸咗議席，但係我哋絕對冇輸到民心。輸咗民心嘅係政府。我想講呢4位議員，佢哋輸官司唔係因為佢哋犯法，而係因為人大釋法。所謂嘅真誠、莊嚴，法律嘅定義係冇經過立法會嘅討論，冇得到立法會嘅民意授權，而係全國人大常委自己單方面去決定。所以今次嘅效果就係全國人大常委嘅旨意，直接喺香港嘅司法管轄區裏邊行使。我哋香港人係咪仲可以咁樣接受落去？當政府向人民開戰，人民都會向政府開戰。雖然其實今日嘅結果係得唔得？而家咧？而家得唔得？阿峰先咪，阿峰先咪。係寫喺牆上面嘅，但係我係冇辦法接受
呢個現實，因為我諗我哋喺議會裏面，或者大家記者朋友都會睇到，議會喺而家香港漸趨威權嘅政治管治底下，佢有幾關鍵嘅作用。而4位我嘅戰友，亦係喺呢個戰役裏面有幾咁重要。其實我今日或者我冇聽到同事再會話尊重法庭嘅決定。點解冇辦法再講呢句説話呢？係因為人大嘅釋法，其實已經令到香港嘅法治消失咗。人大嘅釋法，你望我哋嘅未來，我哋仲可以相信有任何形式嘅23條嘅立法可以喺香港發生咩？如果有人大釋法嘅話，所以我哋對香港嘅法治嘅信任已經係崩潰啦。而我想講，無論係我哋立法會嘅議員，或者係整體嘅民主運動，其實關鍵嘅力量，我哋唯一嘅力量嘅源頭都係香港市民。頭先有同事提到補選，但我諗我哋而家呢一刻更加需要嘅係議會外面嘅市民嘅力量，可以重新振作。今晚、聽晚、以後一段唔短嘅日子，市民要展現大家嘅力量。唯有大家嘅力量重新展現，香港民主運動先至能夠企得返起身。最尾頭先阿涂咧個開場白好重要嘅一句，就係我哋成個民主派都視呢個係宣戰嘅。我已經作好作戰嘅準備，而呢個作戰絕對唔係我哋乖乖地坐喺度問問題，絕對唔係咁樣。但係我嘅立場好清楚，我覺得議會嘅陣線係必須捍衛嘅。係我代表我自己啦，同工黨都就住呢幾日嘅事呢，我哋係非常之難過。劉曉波先生嘅離世，一個文人，一個為咗只係提出民主自由而依然入罪，以至到一直要喺被監禁底下離世。以至到今天，我哋睇到4位戰友被取消資格，我哋呢一個特區，以至到成個中國要向民主自由邁進嘅力量呢，係不斷被收緊。喺我哋當中呢4位戰友呢，長毛係我最敬重嘅一位議員，我完全唔能夠想像呢個議會冇咗長毛會係一個乜嘢嘅議會。羅冠聰議員係我哋有史以嚟最年輕嘅議員，亦都係俾到我哋最多盼望、最有寄望嘅一個年輕嘅議員。雖然佢咁年輕，但係過去1年以嚟，佢嘅表現、佢嘅穩重、佢嘅成熟、佢嘅表達呢係非常之出眾。
劉小麗議員嘅尖鋭嘅批評，佢嘅道理，姚松炎議員佢嘅專業知識，幾乎我哋喺唔同嘅事務委員會裏邊牽涉到唔同嘅技術性嘅位咧，姚教授總係話佢做過嘅，有一啲以往嘅合約，做過一啲嘅顧問嘅研究。我哋呢4位係今屆立法會嘅寶，我哋不斷被批評香港缺乏政治人才。我哋呢4位呢，係絕對頂呱呱嘅政治人才，但係就會係被 DQ。其實成件事好清楚，基本上係打到嚟啦。我哋嘅同一對手就係共產黨，好清楚，依法辦事，個法律對共產黨不利，釋法，釋到你係完全可以被監控、被打壓，嚟緊㗎啦。已經喺直選攞到絕大多數，議事規則可以改，市民可以進一步根據今天嘅判決，繼續 DQ 民主派嘅議員，再落去23條。香港人，你準備好未？我唔想再花時間去點樣去讚呢4個同事，呢個係有目共睹嘅。不過今日最重要嘅信息就係我想希望所有香港人要醒。大家以為777林鄭上咗嚟，689走咗去，香港會有改變。我想同大家講係一啲都冇變。今次嘅褫奪4個議員嘅事件呢，其實係成個政府計算落去。我哋最重要話俾人聽就係少咗一個長毛，嚟多100個長毛；少一個羅冠聰，嚟100個羅冠聰；少一個劉小麗，多100個劉小麗；少一個姚松炎，多100個。如果所有香港人行出嚟行呢一個抗爭，我哋唔會輸。但係如果香港人繼續瞓覺嘅話呢，繼續麻醉，好似呢39億咩教育撥款啊，點樣同你示好嘅話呢，我哋好難再鬥爭落去。我希望大家今晚8點，聽晚7點，嚟緊嘅日子，香港人一定要爭氣啲。呢個係一個戰爭，一個抗爭，係冇得輸，冇得退讓啊！我諗大家都聽咗我哋好多嘢。今日係7月14號，係法國革命嘅紀念日，我覺得非常之諷刺。喺200幾年前，法國人係因為皇帝唔肯召開3級議會，佢係打爛咗巴斯蒂監獄。呢個就係法國國慶嘅來源。喺香港7月14號，喺我哋喺劉曉波先生逝世嘅環境底下，香港人俾人帶入去巴士的監獄。我哋嘅政府係有一個似乎係國會嘅國會，變咗係冇國會，一座建築物。我好多謝劉曉波先生，佢俾我哋勇氣。我建議我哋全體為劉曉波先生默哀1分鐘。我建議坐低嘅人都企身。
完畢。咁我諗我哋個記者會差唔多嘅，唔使啦，第一次嗌咗，默哀就最好嘅字。8點結。我哋係會上訴嘅。我哋而家最重要嘅就係呼籲香港人為自己嘅權利鬥爭，上訴或者係申請呢個所謂暫緩令咧，唔係我哋呢個唔係我呢個新聞發佈會嘅主題，好冇？嗰條路好長，聽日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聽日都會發生事嘅。咁我唔想再喺嗰啲枝節嗰度講啦，係咪？我哋都講咗，又唔悔不悔，亦都唔會怕。咁我相信差唔多，其實我再講其實都係沉氣啊！大家都聽到厭㗎啦，其實 OK。我都想補充兩句先。Anybody be regretting? Okay. Why should he? Okay. I think those who kill Mr. Liu Xiaopo should regret. Those who abuse the court in order to DQ the legislator should regret. I got nothing to regret. 我都想同記者朋友講聲，我都知道你哋有好多後續嘅細節咧，其實係好想知道。咁但係亦都請你哋明白好多嘢咧，其實係真係需要同律師嘅團隊商議咗之後，我哋先至會有個清晰啲嘅想法嘅。咁所以即係我估唔係今日就完嘅我哋嘅交流，慢慢我哋會繼續有更加多嘅交流。我知道大家嗰個諗法係好想知我哋後續。第一，我哋真係未有具體嘅嘢。第二，我覺得最重要嘅信息，我哋已經講晒啦。如果大家覺得第日又要採訪嘅，我哋係樂於俾大家採訪。但係我覺得真係呢兩日大家面對嘅嘢咧，都係非常之重啊！如果我要答咧，就答好耐。我希望大家真係俾啲時間泛民主派同埋我哋今日，尤其是我哋今晚都會喺個集會嗰度講我哋嘅意見，好冇？好冇？好冇？呢啲嗱，我俾你問阿梁君彥多過問我 ，OK？ 逢係梁君彥答得嘅嘢就唔好問梁國雄 ，OK？ Well, guess. Come what may. Okay. Come what may. Okay. Yes.你翻去就已經計到㗎啦，因為而家由19席變咗15席啊嘛，係咪？咁19席變咗減咗5席，即係20席，我哋係19席減咗，即係14。